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iss K，一個由東莞體制內走佬過嚟香港嘅港漂㗎。我哋頭兩集講咗數據同外資，今日呢，我哋要 find me the money，錢究竟喺邊度嚟？我未入體制內之前，我以為我個博士學位係用嚟建設社會、服務人民嘅。入咗去8年之後，我發現我哋成個部門開會傾得最多嘅唔係民生，而係揾錢。點解？因為地方政府係窮到窿㗎。喺香港，政府使錢係睇住荷包做嘢，要經立法會。喺內地，我哋係先使未來錢嘅。以前呢，我哋靠第一部 ATM 土地財政，即係賣地俾好似恒大啊、碧桂園呢啲發展商啦。呢部 ATM 玩咗20幾年嚇，玩到依家恒大爆煲，啲地爛喺度冇人買。OK， 第一部 ATM 瓜咗。但係政績仲要做，公園仲要起，人工仲要出，咁點算？佢哋就啟動咗第二部 ATM。呢部 ATM 咧，比起恒大嘅恐怖100倍。佢個名咧就叫做城投債，即係地方政府融資平台。今日我就用我金融博士嘅訓練，同我喺體制內親手操作過嘅經驗，同你哋拆解呢個天量炸彈係點樣煉成嘅。佢點解係一個左手交右手嘅龐氏騙局呢？首先，我要用人話同你哋解釋乜嘢係城投，即係 LGFV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。好多香港朋友可能好陌生嘅，你哋可以理解佢係政府嘅私生仔或者影子荷包 Shadow Wallet。點解要搞個私生仔出嚟？因為法律唔準。內地預算法寫明，地方政府唔可以亂咁借錢，唔可以有赤字。但係法律係死嘅，人係生嘅。我哋體制內最叻就係繞過法律啦。我政府唔可以借。OK， 我成立一間公司叫東莞市某某建設投資有限公司。呢間公司睇落係一間國企，有獨立法人。但係我哋局內人都知呢個係白手套 white glove 㗎。佢嘅唯一使命唔係經營，唔係賺錢，而係幫政府舉債。我哋喺東莞開會，從來唔會叫佢哋李總，我哋係直接叫佢哋平台。為平台公司丁日要融資50億返嚟，你明唔明？呢間公司嘅人事財務項目全部都係由我哋政府一手控制嘅。佢根本唔係公司，佢係政府伸出去嘅一隻手，一隻專門用嚟攞錢嘅手。好，呢隻手係點樣攞錢嘅呢？我用我博士嘅訓練同你哋畫個圖，拆解呢個驚天財局。Step 畫字跡。假設我哋東莞個鎮想起動一個超級靚嘅濕地公園啊，要幾錢啊？可行性報告 feasibility report 係我哋呢啲博士最叻寫嘅嘢，話要100億。政府有冇錢？零。Step 2資產注入。政府對佢個私生仔城投公司講：阿仔，你去銀行同我借100億返嚟。銀行話：你間城投係空殼，我憑乜嘢借俾你？你攞抵押品 collateral 嚟。好，魔術開始啦。政府老豆呢，就將啲資產注入 inject 個仔城投。注入啲乜嘢資產？佢哋注入嘅係根本唔值錢或者唔可以賣嘅嘢，例如將我哋棟政府辦公大樓評估 assess 價50億劃俾城投，將一條冇人行嘅公路評估作價80億劃俾城投。最離譜嘅，將一個水塘評估作價100億劃俾城投。我親手寫過一份報告，係關於一個雕塑。我哋要將一個城市雕塑評估作價20億注入平台公司。點解？因為我哋要用呢個20億嘅資產去撬10億嘅銀行貸款啊！成件事係咪好荒誕呢？ Step 3左手交右手。好，城投公司賬面上有咗呢啲垃圾資產，佢間公司睇落好大。銀行呢，通常都係自己人，國有銀行呢就會配合借錢俾佢啦。於是100億嘅貸款由銀行 A 去到城投 B， 城投 B 攞到呢100億，轉個頭就用工程款嘅名義上繳翻俾政府 C。你睇啦，錢由銀行 A 經城投 B 過一個水入咗政府 C 個荷包。
政府 C 攞到錢可以出人工，可以起公園。銀行 A 完成咗貸款任務，有利息收。城投 B 完成咗融資任務，領導有政績，成條鏈皆大歡喜。唯一嘅問題係城投 B 間公司咗100億嘅債，而佢名下嘅資產雕塑水塘1毫子 cash flow 都生唔出。你話呢個係咪一個完美嘅龐氏騙局啊？好，一個龐氏騙局最驚乜嘢？最驚就係借唔到新錢，呢個就係依家內地爆緊嘅核彈啦。第一個效果，利息黑洞 interest black hole。頭先個城投公司借咗100億，假設利息5%，一年就要還5億利息，但係佢個公園雕塑係唔生蛋嘅，佢連5億利息都還唔起，咁點算？簡單，我哋再成立一間城投 B 去借20億，攞5億嚟還舊債，攞15億嚟做新政績，呢個就係借新還舊，利疊利。呢個雪球碌到依家有幾大？官方冇數據，但係高盛 Goldman Sachs 啲大行估計呢個黑洞至少係90萬億人民幣，90萬億係內地一年 GDP 嘅70%。第二個後果，系統性癱瘓 system failure。當阿爺中央發現個雪球太大，落命令話唔准再借，砰，個音樂椅遊戲停咗。我喺東莞，我親眼睇住個系統點樣癱瘓，啲工程公司承包商幫我哋起好條路，起好棟樓，我哋政府冇錢俾，點解？因為我哋啲錢全部用嚟還利息啦。成個東莞，唔止東莞啦，大把爛尾基建，我哋體制內連人工都開始遲發。呢個癌細胞 cancer cell 經擴散，佢唔止係城投債，佢拖死咗銀行，因為銀行一堆壞賬，拖死咗實業，因為工程款收唔到，最後拖死民生。講到呢度，你哋應該明點解我哋第一集講數據一定要化妝，因為一旦揭開呢個城投債嘅蓋，成個系統會即時死亡 instant death。我係一個 PhD， 我讀咁多書，我嘅專業訓練係用嚟分析風險、創造價值嘅。但係我喺體制內8年啦，我發現咧，我嘅最大價值咧係幫手發明呢啲金融工具咧，去合法地繞過監管。我每日嘅工作就係寫嗰啲靚仔嘅可行性報告 feasibility report， 去論證一個雕塑點樣值20億，去幫呢個龐氏騙局呃銀行貸款。我唔係公僕，我係一個金融騙局嘅工程師。我覺得好反智，我覺得好羞恥。我唔想我嘅專業最後係用嚟畫一個黑洞，等我哋下一代嚟埋單。呢個系統已經唔係病，佢係爛咗。我唔想攬住一齊死，所以我一定要走。嚟到香港，我起碼知道中環啲金融財技係為咗賺錢，而我哋嗰套財技係為咗續命啫。好，今日拆解呢個天量黑洞就到呢度啦。外資走咗，土地玩完，債務爆煲，咁生活喺呢個系統入邊嘅人會點樣呢？下一集我哋就講返人，我哋嚟拆解一個全網最痛嘅話題：35歲危機。點解一個博士，一個大廠精英，過咗35歲就會被集體拋棄？我哋體制內又係咪鐵飯碗呢？如果你對我呢個新港漂嘅內幕拆解有興趣呢，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。我係 Miss K，我哋下集再見。